松开！哎，大叔，哎呦我去！哎呀，我怎么把姐会这儿给忘了呢？还在酒吧打过工呢。怎么样？我今儿晚上调的酒味很正吧？相当不错。不过我更想尝尝你自制的那个旗舰天下，你干嘛送别人不送我们呀？哎呀，那个酒啊，我有段时间没调了，所以怕调坏了挨你们骂呗。那10大经典款啊，毕竟我调的次数多，所以就比较有把握。这儿不是有懂行的在吗？我哪敢随便臭显摆呀？懂行的，我今儿晚上调的10大经典款还行吧？醋能喝吧？我知道你心里啊赞美我，赞美的都不行了，只是嘴上不愿意明说出来。没关系，我给你偷偷崇拜我的权利啊。宠物，哎，你觉得呢？我是在琢磨啊，你说今儿晚上让我们免单，那马老板不是在忽悠咱们吧？等下礼拜你真的进去当调酒师了，他到时候再问我要。我刚才大概的算了一下，你今儿一晚上都在担心这事儿呢，是吗？是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。走，栗子姐，冰库了，咱回家去。大子哥，你把你旁边那一头随便扔垃圾桶处理了吧啊！千万别让我再看见他。不是，你是小孩，你不懂，他就是年龄小，他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这人家万一是不是问我要啊？哎，你打电话叫司机了吗？今儿喝的可不少。叫了，喝完酒不能开车，我知道，进吧。哎，那你们俩跟我走吧，我那有司机。好。哎呦，薛大少，爽了我的约，原来是跑到这儿跟别人约会来了。哎呦，这不是栗子姐姐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好久不见啊！是。嗨，原来薛大少前段日子跟咱玩失踪，是因为姐姐回来了，正常。你，喂，怎么又是你呀，苍蝇？怎么了？是谁呀？就是那天在咖啡店说我有禽流感那疯子，你什么来头啊？你凭什么要对我？哦，楚木，你干的吧？你太卑鄙了，用这种手段报复我啊！我本来觉得你也就是一身穷酸气，怎么说都有点善良，背后使这么阴损的招你。闭上你的粪坑嘴巴，苍蝇大姐！卑鄙和缺德这俩词儿就专门为你设的，您还谦虚的想往别人脑袋上扣啊？谢了啊，我们这儿可没一个人能称得上。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，那天那事儿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跟宠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甭在这撒泼打混拿他撒气，有什么事儿全冲着我来。你是哪根葱啊？楚木，你可真行，你真豁得出去啊！把你疯人院的亲戚都招出来帮忙了。哎呀，你起开！怕了我，你就老老实实的承认怕了我，别急着转移目标找那软柿子踩。你不就想知道我是谁吗？行，我告诉你，我叫琪琪，以前是他法律上的妹，现在是他女朋友。就你这种低等生物的垃圾行径，彻底惹毛我了，灭你，天经地义。哎呀，我还真没猜错，真是你亲戚啊，法律上的妹，又是你那个喜欢再婚的妈给你添的吧？赵文，咱不带这么玩的。这些人谁和谁再怎么强，那是咱们这辈自己的事儿。你把长辈牵进来，太不地道了吧？喂，赵瑶，你什么事儿你也跟着掺和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没看出来我们是一起的？我是她男朋友，看不出来。你说有什么事儿啊？哼，赵文，你跳槽的速度快的我们还真有点赶不上了呀。还有你，啊，你还真什么都不嫌弃。他妈欠揍！哎，这得接上，再闹下去丢的都是你的脸，要么就算了，要么就去我那儿，别在这周围管。栗子姐，好长时间没见了，赏个脸，去西那儿喝杯酒呗。哎，你们跟着一块儿去吧。不去，整天跟苍蝇待在一起的，不是垃圾就是蛆。对不起，我们可都有洁癖，跟你们在一起喝酒啊，还不得把胃都吐出来了，还觉得恶心呢。说什么呢，樊丫头？没人管你还说上瘾了是不是？说你了，怎么啦？
我告诉你，今儿我还非请你喝一杯不可了。走，放开！走，放开我！我告诉你，今儿你不把胃吐出来给我开开眼，我不放你走了。你骂不过别人就动粗，算什么本事啊？站好！过分了吧？多大的事闹成这样，快让他们住手！我可真没这意思，这冯丫头说话太难听了，我俩哥们没遭过这骂呀，压不住火是正常的。这样闹是怎么样？松开！今天的事儿，我替琪琪道歉。薛大少，我真不敢相信这话是从你嘴里吐出来的。这冯丫头是你什么人啊？你替她道歉？哥们儿，我告诉你一句，我跟你没交情，你道的歉我不认。走吧。喂，松开！哎，大叔，哎呦我去！哎呀，我怎么把姐徽这给忘了呢？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对一个女孩动手，你真是垃圾的可以啊你！不是姐姐，那个，我这朋友喝多了酒，心里有点没数，他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请这丫头去喝杯酒。你看你怎么认真了呢？得，我替他向您道个歉，您还是帮他把这胳膊给装上吧。大姐大，我错了，我这疼，我，哎，那个姐姐，这么着，咱们去喝杯酒。你觉得今儿这气氛还适合再喝酒吗？改天吧。不是那个徐大少，你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，改天吧。走吧。走啊！走吧。刚才真是太惊心动魄了！哇，栗子姐，你就是传说中的世外高人吧？你那招在哪儿学的呀？能教教我吗？可以啊，那你先去买一副人体的骨骼模型回来吧。人体骨骼模型？俗称骷髅架子。买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学拆装关节呀！我小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东西当成玩具，所以才学会这招的。啊，你把那个东西当玩具啊？我老妈是个外科医生，所以小的时候一放假没事儿干，就会待在他们医院里。他们办公室里啊有一个小一点的人体骨骼模型，我就把它当变形金刚，拆了装，装了拆。后来一位骨科的伯伯看着我玩的挺好，就拿了一副成人的骨骼模型，指点了我几次。我又看过他给一些脱臼的病人装过关节，所以慢慢的就学会了。我心情不好喜欢拆东西的习惯，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吧。哦，那你今儿不是第一次切人关节了吧？啊，不是。养小的时候很不合群儿，身体又比较弱，老是被一些高年级的大孩子欺负，所以有一天正好被我撞见了，我就很不爽的把那领头的俩胳膊给卸了。他们其他孩子还以为我把他们老大胳膊给拉断了呢，吓得当场就跑了。哎，对了，杨，后来就没人再找过你麻烦了吧？是啊，有段时间所有人一见我就跑，搞得老师以为我有什么传染病呢，差点劝我退学。啊？哦，原来，老爸有一次突然带你上医院做了一次超仔细的检查，就是因为这个呀？是啊。你看见周哥那表情了吗？看着还挺横的。小点声儿，没看文英他们都已经回来了吗？早点休息吧啊！就我们俩最可怜了，一堆零件等着我们。你们两个真的不打算帮帮忙吗？好困的啦，太困了。栗子姐，晚安。行，走吧。你真不够义气。我们开工。这也拆的太有水平了吧？哪是哪儿啊？哎，你到底会不会装啊？之前还给我吹牛说你一定能搞定，快点装啊！哎呀，你不要着急嘛，你得让我先看一看。行了，你先帮我装着，我再找点工具去。哎，哎呦，
日子还能过得有滋有味的，多罗呀！哎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跟我解释，你跟那个叫琪琪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是不是你让他来整我的？赵文，我不需要你给我任何机会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你现在跟周浩这种人混在一起，我跟你真是没什么话可说。哟，怎么着？吃醋啦？不是吧？一直待在被我踹了阴影里没爬出来呀？别介呀，你这不属于拿我犯的错误惩罚你自己吗？这也太不像现代人的行为了，而且还拉一疯子来混充你女朋友，用那种栽赃陷害的烂手段恶心我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报复得了我是吗？送你俩字儿，玩去！怎么不说话啦？哑巴啦？全都被我说中了，没话可说了是吗？哎，就你那坚挺的心理素质，一般遇什么事都会面不改色的。今儿怎么了？从来没见你为什么事动那么大肝火，你才吃醋呢。你发癔症了吧你？赵文，我真没什么话跟你说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次说什么让我别留在现在的公司，什么这个公司不会重用我，什么意思呀？你是从谁那儿听到什么消息了吗？哎，是不是周浩那帮人？哦，我呀，我逗你玩呢。我就是故意想假装帮你，其实就想看你怎么倒霉，怎么落魄的。我根本就不觉得我欠你的，我凭什么帮你啊？赵文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特感激你踹了我，因为我现在日子过得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。所以只要你别再上赶在我周围出现，别再动我身边的人，我非常乐意跟你就这么老死不相往来。你好自为之吧，再见。我就多余可怜你，你等着吧，你自己走着瞧吧。